兄对阮的稳定。主愿要恳求你的信心，只是甲阮相合同在，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通因为你的话来得到快乐，得到帮助。阮也将阮今日礼拜对头到尾，所有服侍同工，无论是分享信息、聚会、抒琴、献诗，将每一位拢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相信对你来的智慧甲快乐，阮手所做的拢诚做你所欢喜，诚做你所祝福。特别搁一届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带领教会伫准备明年度的事工的计划时，有对你来启示，对你来光照，阮所做的计划，这事工会当诚做福音的出口，诚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搁一届将阮所听的台湾，阮的国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阮，阮政治上侪纷扰，会当紧紧来过去，阮的国家会当继续向前来进步向前行伫你爱阮行的道路顶面，将阮一切欠缺需要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耳孔听阮祈祷，也恳求你相信阮安静的心能准备来领受对你来的话甲启示，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搁一届甲咱提醒咱的手机甲关机，也是甲调做静音，互咱的礼拜会当较顺序来进行。
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第145首，俄勒代笔的护卫。圣诗第145首，俄勒代笔的护卫，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万光明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佮互阮会当做伙伫你的脚前敬拜阿罗你。感谢你创造阮是好，感谢你赏赐阮这个小小坐山的国家，这就是阮的迦南地。伫遮有留年甲日，阮感谢你，恳求你帮赞
帮咱伫阮国家掌管的有安静的心，搁徛稳做对的代志。阮知若是安尼，主，你要甲阮伫地，你是属伫真理，阮会当伫你的内面安稳自在。主啊，感谢你，互阮的前辈有水的脚趾，互阮看到因安怎听你，互阮通学习什么是倒步的精神，什么是欠主的罪。对伫阮只有恳求你怜悯阮。真侪时阵，阮就像迄个摕1000个，阮将阮的才能、热情、时间带伫土里。阮所爱的、阮所受的恩典，阮毋知影分享。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向算阮的日子。到佮条件你的时，主，你学了阮讲，阮是好佮尽忠的萝卜。恳求你会光照阮，互阮稳重的罪显现，互阮会当赶紧认罪，得到赦免，互阮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活出主你的模样，帮助阮的性命会当影响性命。伫阮的亲人、朋友、阮的厝、阮的细囝中间，伫黑暗中做主你的光。对无公义，阮无阁点无出声。阮毋是要甲人争论，只是勇敢徛伫真理、正义的一面。主帮助阮做对的代志，合你的心意的代志。互阮毋是讨好这个世界。感谢你，你的名叫做以马内利，时刻甲阮做伙，恳求伫阮的生命中掌管，甲阮的罪相款钉伫十字架顶，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将你的美好、你的善良，互阮浸入阮的内面，互阮会当真正享受真正的自由。感谢你，然后教阮安尼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行，你的意向天地，我的心愿多大，下列万国，心中万下列国万难，我将万人起，对万万人来，云后万人有人都行受，开开我心，阿门。是咱做伙来启应文伫圣经的上路尾，圣诗的上路尾，启应34篇，是以赛亚53章，伫圣诗的后面51页。我来启，咱所听的有一水神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真正的影。伊无好雄壮，无威仪。伊受看轻，互人放杀。受看轻。像互人面毋看的一样。
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犹佫无开嘴。佮亲像羊仔伫责问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有压迫甲审判受处去。伊虽然无行强暴，喙也无阁有诡诈。伊放杀性命甲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就是担当济济人的罪。这是俄勒西罗亚诗班要唱2首的诗，着向上帝唱新歌。第1首是传播福音的好消息。Thank you.
感谢西罗亚诗班用水的歌声，带咱学乐敬拜。咱续接，咱要来读圣经，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腓立比书2章第3到11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3到11节。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正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真正的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第6节，恁有基督耶稣的心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拼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第8节，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骹头舞拢会跪拜，这个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上帝。第2节的圣经伫路加第4章18到19节，路加第4章18到19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善食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逃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咱圣经读到这，今仔日要甲咱分享圣经的是杨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甘愿谦卑，摒空的路。甘愿谦卑，摒空的路。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带带领，互咱伫主日会当过参加主日，做伙来敬拜伊。咱即时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阮知我每一届的主日，拢是出伫你对阮的听，对阮的恩典。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圣经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恳求圣神，即时甲阮同在，互阮有安静的心，拍开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生命上该深的所在。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引带。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今日看的第一段经文是出自腓立比书。所以咱大心要小可来介绍关系腓立比的代志。腓立比这个城是保罗伊伫欧洲福音布道的第一站，第一个所在。伊伫遐建立欧洲上较早的一间教会，也就是腓立比教会。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关系非常的亲近，伊的福音的事工也对腓立比教会得到真大的支持，得到真大的帮助。保罗伊咧写这封腓立比书的时，伊人当伫罗马的监狱内底，而且即届的罗马经济非常的危急，毋知影敢会当搁出来。但是伫即款的情景内底，保罗伊的心内犹原挂念伊所听即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因来提出伊的劝勉、伊的鼓励。咱今日特别做伙通过保罗写互腓立比即个批信内底即段，咱做伙来学习，要安怎互咱会当成做一个真实军队基督的门徒，也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上帝所祝福的教会。咱要大心来看一个地图，互咱小可知影腓立比伫什么所在哈。这红色的字则就是腓立比哈，这个是爱琴海，所以腓立比的位是伫爱琴海的上界北边这个所在。
保罗伊第二摆的布道旅行，就是对这是土耳其对这算亚洲的部分，这阵经过这几个岛了后，来到菲律宾所以这菲律宾正做伊进入欧洲传福音事工的第一个所在，真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咱来看一个时间表这是保罗伊第二摆旅行的是进入欧洲伫菲律宾建立教会到伊。后来，伫罗马佫一届受关卡的是，伫关卡内底写这4张批那个称作监狱书信其中一封就是腓立比书，用这封批来底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腓立比书短4章但是伊内底有出现超过20摆的喜乐。伫遮尔困难、遮尔挑战的环境内底，伊却会当写出一封充满喜乐的批信真特别。这咱有机会再和咱来分享这个部分腓立比书咱今日特别做伙通过拄则咱所读的这段腓立比书，做伙来学习几个真重要信仰的功课。第一，咱要做伙来看信仰群体的合一，这是一个真困难，但是也真必要的功课。咱拄有讲，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伊亲身建立的一个教会，所以伊对遐信徒，通讲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伊也对教会所拄到这困难伊也拢真清楚因彼此的关系真亲近，所以咱也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咱会有一种感觉迄种感情非常的丰富关系真好的人在写批迄种的感觉咱读会出来伊的教导、伊的劝勉也拢真直接来针对腓立比教会当拄着真实际的困难这咱会当做一个对照咱也在读罗马书的时，迄款的感觉就真无共款罗马书感觉起来是一个第三者有小可距离的人在讲教导的话，但是腓立比书是一个情感真丰富的一个批信。对于初代教会来讲，要安怎互无共款背景的基督徒会当做伙合一伫一个教会内底这是因当拄着也非常迫切爱处理的问题保罗伊深深知影，只有真正的合一，正做一个真正合一的信仰的群体一个正做一个合一的教会，才会当有对外的气力。但是咱拢知影，要合一对任何一个团体来讲无论是教会还是其他的团体拢是真重要，但是也真困难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合一会真困难？我想因为合一这件代志在挑战咱的人性，这件代志合一这件代志和咱人性的欲望是有一个冲突的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水流往低所在去，这是自然的现象，一定会安尼发生。这两句放做伙表示讲，人想要往顶悬来爬来爬，想要愈来愈悬愈来愈悬的地位，这嘛足自然，那像足普遍的一个代志。人总是会想要为着家己来争取更较悬的位置，想要来掌握，想要来拥有更较侪的资源，也总是会用种种的办法。种种的方法来追求成功，追求别人的肯定，追求权力而且往往是无顾一切，不管用什么方法，拢要爬到上界悬的位。咱会当想象，伫一个群体内底，伫一个教会内底，若是每一个人拢是用这款的心态在追求家己的位，追求家己的利益，咱会当想象。要合一当然是非常的困难，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保罗针对教会所拄到这款的情形保罗伊互因一个真清楚的教导保罗讲，唔通自私自利也唔通贪这个虚名虚荣，唔通只干那顾家己，只干那想到家己的需要，无去顾别人。我想这是人犯罪了后一个真普遍的现象。咱若对圣经有识，咱知影伫创世纪内底记载，亚当夏娃犯罪违背上帝命令了后，上帝来甲因证问：
恁为什么犯罪？上帝问亚当，亚当安怎回应？亚当敢有讲啊，是我毋对，上帝你原谅我，敢有？上帝讲，亚当讲是拢夏娃害的，夏娃起来我食的，而且这夏娃是你做的夏娃。上帝去问夏娃，夏娃安怎回应？拢是迄只蛇害我的，迄个蛇起来我食的吼。人就是安尼犯罪堕落了后的人性，就是拢干那顾家己，无咧顾别人吼。我想这是堕落的人性真普遍的一个情形。这款的情形存在伫当时的菲律宾教会，也是其他的教会，我想嘛应该是有，但是毋简单存在伫迄时的教会那定。咱若回头来想，这款的情形，敢若想到家己，敢若关注家己的需要，这款的情形嘛发生伫咱今日的社会内底，甚至伫咱今日的教会内底。咱若拍开新闻来看，咱就会发现不时有侪社会事件，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去牺牲别人，这款的代志不时在发生。所以人性要靠家己来达到合一，非常的困难。因为人性的试探、人性的软弱、人性只简单要往顶悬来爬。人性无法度愿意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这是人的欠缺，人的软弱。保罗伊在劝勉信徒，就爱有这款的学习，对于信用的价值观来看，将家己的眼光会当学习，对家己的身躯顶来转往其他的他者，这他者包括上帝，包括其他人，就是讲咱在做选择的时，咱在做决定的时，反应的时，咱得爱先想看卖，这件代志上帝的心意是啥款？伫这件代志顶面，别人有啥物款的需要，我会当为别人来做啥物？从咱的眼光对家己的身躯顶来转往别人。保罗伊安尼讲，就爱彼此谦逊，看别人比家己较高明，也得爱关心别人的利益。这是保罗对菲律宾教会的信徒的一个劝勉，爱谦卑，看别人比咱家己较高明。我想这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真无共款，因为这世界通常袂甲谦卑看作是一个好的美德。谦卑这件代志，反倒会互人认为是安怎？是软弱，是无胆的一个表现。我想这个世界所赞成的所认同的是表现自我、高估家己，这和谦卑离了非常的远。真正的谦卑的意思是讲，咱会当真合宜、真适当来评价咱家己。伫创造的上帝面前，咱会当承认，会当看清楚，咱是一个受造的人，是一个真有限也真无完全的人。咱也愿意学习，完全来信靠，完全来交托，也无去靠家己的气力，靠家己的想法去完成做代志。保罗伊讲，会当看别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强、较高明，咱和合本是翻译做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啊，现代中文一部分翻译做高明。这除了表面的意思讲，会当去肯定别人，无过度高估家己以外，我想这句话有一个更较深的意思，就是会当将别人的需要看作比咱家己的更较优先，这款的意思哈。当咱咧做决定的时，第一个想到的无过是咱家己，第一个想到的是别人的需要是啥物，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哈。而且真正的谦卑嘛毋是自卑哈，真正的谦卑是会当肯定家己是上帝的创造，有上帝的形象，对上帝来看是有价值的。但是真正的谦卑也互咱无去和别人做比较。反倒会当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对别人的优点内底来学习，来得到成长。我想这是真
真正的谦卑带互咱的一个功课。伫信仰的群体内底，保罗伊劝勉这些信徒，都要用一个正确合宜的眼光来看家己，那呢才有法度来塑造一个合一也有规律的信仰的群体。也即款的群体，才有法度去为上帝来做一个好的见证。保罗伊安尼教导，我想伊心内也真清楚知影，对人的软弱，对人的罪性来看，要靠人家己，要靠人的意志力去达到谦卑，达到团体的合一，这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保罗伊就鼓励众人讲，咱得爱掠耶稣基督做咱这个典范，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学习拼扛家己，学习谦卑，学习顺服的这个款式。耶稣基督互咱什么款的款式？咱要详细来看。第一，伊原本有上帝的本质。耶稣基督原本是上帝，伊和上帝有同款尊贵荣耀的地位。保罗讲，耶稣基督却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这个权利的特权吼，就是讲无坚持家己和上帝同等所以也无坚持这个地位是袂通放弃。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有迄个极尊贵、极荣耀的地位，但是伊无坚持，我这个地位是绝对袂当放弃的。伊愿意全然顺服被上帝的旨意，愿意成做一个人，放弃迄个尊贵荣耀的地位，成做人来到世间，来完成被上帝拯救世间人的这个计划。耶稣基督伊反转拼扛家己，也是讲新的翻译讲自愿放弃一切，拼扛家己。我感觉这个台语翻译了非常的好哈。将咱原本有的物件，咱原本有的地位、荣光，拼空倒出来，拼空为着人，为着听，愿意拼空家己。耶稣，这是耶稣留予咱的典范。伊处奴仆的本质，也是讲形象，对一个掌权的变做无能力的，对一个伟大的变做微细的，对满有气力、充满气力的，成做一个软弱的。对一个荣耀的惊见笑的，耶稣基督伊对上帝来成做人，出世伫真卑微的马槽，成长伫一个真善切、真平凡木匠的家庭。伊世界奔波，世界落落，伊最后受反背、受出卖，经历着最的痛苦，甚至死亡，最后佮死伫迄个上界见笑的十字架顶。耶稣基督，伊为着听咱，选择一条完全向下、完全行往下面去的道路，完全拼扛家己的一条路。耶稣基督，伊成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到咱中间，体会咱人一切真实的需要和软弱。所以耶稣基督，伊的腰背，圣经敢有讲伊的腰。耶稣成做人的腰呗，伊的腰，伊也会野生，伊也会受气，伊也会伤心流目屎，伊体会过咱一切软弱，咱一切需要，所以伊伫最事顶面会当成做咱的帮助，成做咱的拯救，伊也应允要陪伴咱，和咱做伙行人生的道路。我想这就是主耶稣为着听，愿意拼扛伊家己。愿意来到咱中间，为着听咱屈家行往下面的这条路。耶稣伫咱若看福音书内底，伊也真断然拒绝啦，真决断来拒绝对这个世界来逐款的诱惑。这款的诱惑包括这几项，包括遐想要爱伊伫这地面上来做王这款的诱惑，耶稣拒绝。包括要求伊着爱显明伊的关系，显明伊的影响力，款的诱惑，耶稣伊嘛拒绝。爱耶稣会当引起人的注目，真显目，互人会当注意到伊。这款的试探，耶稣伊拢真
完全来拒绝。伊选择的毋是行顶悬去，成功互众人欣赏、众人肯定即款的道路。伊耶稣所行的是十字架这条牺牲、流血、彻底向下行去的道路。伫耶稣身躯顶，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伊所留互咱即款愿意拼扛家己，为着听、为着服侍来放弃一切即款的服侍的精神，就是咱通做伙来学习。我想伫咱长老教会的历史内底，咱嘛经历过侪宣教师引用耶稣基督即款拼扛家己的精神来底服侍。对因家己的国家放弃因原本真好的生活、真好的待遇，来到相对真落后的台湾，将福音的好消息传播互咱。我想若无这个宣教师，就无今日的长老教会，无今日的咱。伫北台湾有咱真实的这位是啥物人？这位一定爱熟悉这位是马偕牧师有这位吴威廉这拢和咱相连算真有关系的宣教师引用耶稣基督的精神，放弃因原本会当真好过的生活，来到这个所在，放下一切，为着听咱，为着传上帝的福音。也伫咱台湾也共款有侪宣教师来到南台湾来做福音的事工，这位咱敢有熟悉？甲咱提示一下和马偕共姓，马雅各啦，毋是真正共姓拢马啦第一支拢马马雅各这是马雅各，伊是医生，共款伊嘛是放弃真好的生活来到台湾传福音宣教诚侪人的帮赞这位。巴克勒这位是巴克勒牧师伊嘛共款放弃伊侪的代志，会当来到咱中间。我今日特别较济甲咱介绍巴克勒牧师的代志，互咱会当小可知影。咱对巴克勒牧师真熟的一件代志，就是伊伫真少年的时，16岁时，伊受上帝呼召，真大的感动，要献身做宣教师，伊就写一张献身文献身文伊内底当然真长但是伊内底重点是讲，伊愿意用谦卑的态度来献身，互上帝来使用伊伊最后伫伊家己签伊家己的名而且真特别伊每一当的生日的时，伊就甲即张献身文刻出来，各一摆签名，所以顶悬的签名非常侪摆对伊16岁到伊60几岁安息每一当拢有伊的签名而且佫较特别的是，当伊结婚了后，迄签名是伊和伊的牧师娘做伙签名，伊家己签名，伊牧师娘嘛签名表明因愿意献身互上帝，愿意诚做上帝的使用，诚做上帝的奴仆来服侍众人。我想即款的精神，拢是真值得咱做伙来学习啦巴克勒牧师伊伫咱台湾其实有真侪真重要的事业咱有可能毋是遐尔熟，但是这拢对咱台湾有真大的影响伊设立台南神学院伫白话字运动顶面伊也有真大的贡献特别是发行用白话字来发行府城教会报，就是咱真的教会公报诚做台湾上较久长、上较早的一个报纸伫南部的教会有侪开拓翻译圣经甲翻做白话字巴克旧的迄个版本就是巴克勒牧师出真侪力翻译伊嘛担任过即个和平的使者当日本攻略府城的时伊诚做即个使者保全整个人民的安全所以咱若对台南有兴咱知影台南有一间教会叫做巴克勒纪念教会原来东门教会后来改做巴克勒纪念教会，毋若安尼，政府的一个公园嘛改做巴克勒纪念公园咧纪念伊对台湾真大的一个贡献。我想这后壁这代志，当然巴克勒在服侍时，伊拢无想到啦伊就是尽伊的气力去服侍，
尽上帝予伊的呼召去服侍，最后就对上帝来，这荣光伫伊的顶面。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啦，巴克咧，伊上时嘛扮演几啊种无共款的角色，伊献身进前，也是讲伊正式受差派进前，伊是一个科学家，而且伊伫科学的研究方面是非常的有水准，有人讲伊若无正做宣教士，伊可能会得诺贝尔奖啦，伫伊的迄个项目内底，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但是当伊受上帝呼召的时，伊就愿意放下，愿意选择迄条牺牲、奉献、服侍的这条道路。我想这拢真无简单。伊上时嘛是一个言行一致的牧师，也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我想这拢留互咱真好的一个模范。我想耶稣基督留互咱这个典范，这个宣教师留互咱的典范，拢要真做咱通学习的一个对象。伫咱服侍的过程，咱会当常在来想看卖啊，我是为着什么在服侍？是为着要家己高举家己，还是单单为着要荣耀上帝？这是咱会当来做伙来思考的。最后咱要来看咱今日第2段的经文，讲主的灵、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拣选我，爱我送乡的人传好消息，伊差遣我宣告。受掠的得透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也宣告主拯救伊百姓恩典的年。这是耶稣伊伫开始服侍的时，伊教会堂内底拍开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念的一段这个表明伊所要服侍的是遐上界互人看袂起、上界弱势、上界软者、上界无助者的人。我想，这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行的服侍的道路。咱知影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基督正做教会的头，伫教会来掌管。所以教会的走向，教会的做事工，咱得用耶稣基督的意思来做咱的一个目标。耶稣基督的典范，正做咱行的一个方向。那安尼，咱才会当正做一个荣耀上帝。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对于基督徒来讲，咱就是基督的门徒，是跟对基督、学习基督的人，所以咱也得用伊基督和咱的这个信仰的典范，来正做咱服侍，正做咱信仰道路顶面会当做伙来学习的。伫咱10月份10月19和10月26，对咱教会来讲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恁知影无？要创啥？要开临时会员合会，要选后一届的新任的长执。侪人咧讲，教会内底也有选举，对其他教派可能会较无法度理解啦，看起来同款是选举，是对政人内底选出几位安尼来做代表。但是我想，伫教会内面的选举，和教会外口的选举有一个真大无共款。教会内面的选举，毋是要高举家己，毋是要互家己真请赢真牛。教会内底选举是咧表明，我愿意互上帝使用，我愿意成做正人的车用。所以伫教会参与逐款服侍，我想拢共款，咱拢毋是要互人看见，咱拢毋是要高举家己，咱是单单要来荣耀上帝，要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助。往顶悬来行追求成功、受人注目，这是这个世界介意行的道路。但是耶稣基督爱咱行的是一条往下面去、牺牲服侍的道路。我想这条道路看起来真矮，行的人也真少。但是我也确信这条道路最后要带咱进入到上帝国度、上帝祝福内面。今日是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互咱通做伙来学习，跟对耶稣行这个向下的道路，看见别人的需要，将眼光对咱家己身躯顶转向四周围这有需要的人，也用咱的行动来关怀因的需要，也特别要邀请咱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互这个互上帝所差遣、所差派的团队。会当通过音乐的服侍，通过生命的见证，
将福音的信息带到更较侪有需要的人的中间，会当真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咱若有真详细看咱今日的经文，咱可能会发现，今日的经文咱像有一部分咱无讲到，伫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9节到11节，咱今日无特别讲迄段。迄段是耶稣受高举，超越万名，上帝予伊超越万名顶悬的即个名咱常常拢伫看即段，咱拢干那注意看即段尔看即段经文是咱注意到后壁即个部分。但是牧师要甲咱提醒，这是上帝应允问题，愿意服侍上帝的人，一定会当得到对上帝来的荣耀。但是迄毋是家己去争取来。耶稣基督得到这款的荣耀，是因为伊愿意顺服上帝，愿意用谦卑的态度行上帝爱伊行的道路。我想，咱嘛做伙学习，用这款的态度来服侍。我也确信，最后上帝的应允，上帝的恩典也袂落空。最后嘛，要互咱几个行动的建议咱会当做伙用心来观察咱生活的四周围，敢有一撮需要帮助的团体机构，咱会当为因来做啥物？咱会当用啥物实际行动来关怀、来帮助这有需要的人。第三嘛，会当互咱做伙为着西罗亚诗班的事工来奉献代祷，也更较欢迎会当诚做协助的志工咱知视障朋友因要出门有真侪困难爱突破啦爱需要真侪志工的朋友来甲因斗帮忙。咱若愿意有这款的心志，咱嘛会当诚做志工来服侍因来帮助因会当有更较好的服侍。这是西罗亚诗班因也要过来献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亲像一拍小小的蜡烛、小小的烛火同款咱会当做的虽然真有限，但是当咱愿意家己谦卑，愿意成做一个合一的团体时，我想咱的服侍要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也用这首诗歌来成做咱信仰的反省。
愿你我生命内底迄拍小小的灯火，会当成做一个合一有气力大拍的灯火，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话来激励阮，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来学习，将阮的眼光转离开家己的身躯顶，互阮会当学习去看四周围的人因的欠缺甲需要。通思考，阮通有啥物款的行动来成做因的帮助甲祝福。主，我们做伙来学习，用谦卑顺服的态度来成做一个服侍的人。也通过阮小小的服侍，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主，阮搁一届，将阮每一位拢摆在你面前，恳求你来护照阮，来使用阮，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17首。你若欠缺真希望，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希望，咱请起立来吟。我。
时咱用奉献来写作咱的敬拜。要来祈祷，耶和华以勒主，拿起来，耶和华以勒主，阮感谢你。阮知你万项拢是你想事，你供应阮一切的需要，佮互阮管理你的仓库。今仔日，阮特别将阮管理中的一小部分的金银摕出来，奉献互你，做你的路用，恳求你。互阮看到你所做的新者，毋是阮独到阮家己得到的利益，乃是丰丰富富的帮助利益众人的需要。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济。是我来报告。本主日是本会所定关怀主日，礼拜中咱特别为着西罗亚诗班的事工奉献，恳求兄姐继续为西罗亚诗班宣告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互较侪人因为西罗亚诗班是我的见证来认捌上帝，得到祝福。本主日特别教会一楼有西罗亚诗班金鼓音乐的咖啡包的义卖，还紧我顶个要买已经无啊吼，所以咱赶紧，咱用一包咖啡的时间来传福音，分享互你的好朋友，透过扫描咖啡包顶面的 QR code， 结连咖啡西罗亚因唱的诗歌甲相关的金句，或者咖啡有2款口味，有8种无同款的诗歌甲金句。欢迎大家来收集，大包的500块，细包的150块。过来是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高秀伟兄弟，伊就是咱林玉英姊妹的先生，伫8月26号安息主怀，定伫9月11，礼拜四的下晡1点半，伫台北华爱馆。华爱馆就是咱下摆讲的第2殡仪馆，吼，伫遐景行楼3楼智人一厅举行日念的礼拜，并伫9月13号，就是拜六的下晡2点，伫本会7楼礼拜厅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上帝安慰遗族。过来就是咱的服侍同工的招募，教会翻译小组服侍同工招募日语翻译几名的人，服侍时间就是咱主日礼拜时10点20分到12点，第3场礼拜，欢迎有负担双语口译的兄弟来参与。咱报名是甲杨牧师报名，甲郭干事报名嘛会使吼。过来就是吴伯珍。吴伯珍讲义所。伫咱的周报第7页吼，认同的规则，就是今仔日敲定咱礼拜煞，台湾迄个礼拜煞的时的工作吼，台湾人来内涵的演变，讲完是陈翠莲，伊是历史学家，伊要来讲咱台湾人是安怎，咱叫台湾人，台湾人的范围是到底。伫今仔日敲定礼拜煞，然后咱若有订简餐的人，伫12点20以前斟酌来领吼。咱开始的时间是12点20到3点，专题演讲的时间伫咱的10楼。过来，圣人牧。圣人牧区的消息，就是下半年度牧养同工的训练。
咱主办的是七星中会教育部甲成人长老教会的成人牧区。咱的要演讲的主题是盼望甲保望，伫9月13拜六的早起时9点到12点。咱的讲员有苏慕同牧师，伊捌担任和平教会主任牧师，甲刘伟秀长老，伊是永青教会成人牧区，甲咱本教会陈秀芬区长，伊伫咱的天母小区有担任重要职务。咱欢迎教会牧长团队、团契小组甲现在驻备的同工、大细个家长、区长、牧区委员，或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拢踊跃报名。咱迄日会当替大家订午餐，你交100块。毋过咱爱斟酌迄时间到9月7以前就截止，所以咱会当甲高楼的林干事交100块，就会当帮你订午餐。咱续咧，请鲍牧师补充报告，甲欢迎新来的来宾。祝福。因为咱教会有几位志工要前往迄个缅甸来做短期的宣教，所以咱即个时阵要来祝福甲祈恳，请因来到头前。拢总有即个陈淑英老师黄龙昌医师甲梁木里医师以及彭牧师是代表即个马街马街即时照教会礼仪要祈恳恁做短期的宣教，担当主所交托的职务。请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即摆要接受国外宣教的职务甲圣工，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明也无？为着要完成国外短期的宣教，你有愿意忠诚尽职，配合当地教会尽力伫受托的工作？你有要安尼行也无？个人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阮国人的主，也是普世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创造以及你的怜悯甲救赎，互人类伫无共款的所在，拢会当听见上帝主爱的呼召的声。主，阮即时徛伫你面前，有几位志愿短期宣教的宣教者，因要去到缅甸的所在，去分享对你遐来的听。阮确信，伫缅甸这个国家，也有一群心灵骄傲的、心神空虚的人，因咧等待对天来福音拯救的好消息。主，阮恳求你使用徛伫你面前你的罗卜。互因用因的文字，伫医学、伫教学顶面来成做因的帮助，也伫信仰顶面甲因做伙分享。愿恳求你保守看顾因，互因身体、心灵拢得到主的看顾，做好的事工来荣耀主的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然，恁已经表明恁的心意，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林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国外短期的宣教师，恁通平安去，搁爱谨慎恁家己的行为甲圣工，
尽力复兴上帝国。阿门。好，请您向后转哈。咱用鼓掌来鼓励因，好来鼓励因。愿上帝，互因伫缅甸会当做水的圣工，将天国的福音甲因做伙分享。好，感谢上帝，好，多谢。这是牧师也要介绍一位，就是咱对9月份开始，对明仔载开始，就伫咱教会服侍新的同工，罗志强传道，请来头前，罗传道。罗传道是台湾西人医毕业，也伫这个台湾西人医有即过去有伫遐服侍的经验伊是伫国外大汉的，所以伊的母语是英文啦但是伊台语甲华语拢会通拢讲了真好所以对9月份开始就会来甲咱做伙同工伊开始负责的工作，就是伫英文牧区做牧养的工作咱牧师其他牧师会做一寡调动且为着咱教会这牧师的调动大家做伙来祈祷也欢迎卢志祥团队加入咱的牧师团咱拍鼓来鼓励。这是我来介绍几位今日第一摆来到咱中间，和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瓜淑英和蔡明言姊妹因拢是唐英宏医师的同事所以应该就是马街的医生啦唔知伫什么所在？柯诗颖、蔡明言伫这个所在欢迎欢迎欢迎恁今日和阮做伙礼拜。好，来第二位牛嘉文、陈雅珍、牛凯仁专家这是专家伫这个所在伊完全欢迎因因是对高雄高情教会来是当金泉长老的亲戚啦子女OK 好，真欢迎恁今日来。第三。是赵庆中兄弟的遗族家属因今日特别多谢咱教会协助办理8月30章的个别礼拜伫这所在有林信杰耀元鼓励因愿上帝继续引带带领恁头前的道路。好欢迎新朋友咱礼拜刷了后会当到贵宾室，咱有同工进一步甲咱接待。咱做伙来吟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共受切恳。